每日鬧個仔3句，你係喺度親手燒毀緊佢個腦啊！你以為責備係教導？哈佛大學研究話你知，頻繁嘅炮敲會引發毒性壓力，好似強酸咁，物理性萎縮佢嘅腦細胞。大部分嘅家長都係大腦破壞者嚟嘅，小朋友長期處於恐懼中，大腦負責記憶嘅海馬體呢會停止生長，甚至縮細嘅。你越鬧佢嘅記性就越差，反應就越慢咯。皮質醇過高會令大腦進入生存模式，佢唔係唔想學啊，係佢個腦已經卡死咗，入唔到任何新嘅資訊。真正嘅邏輯係情緒隔離啊！當你想發火嗰陣，你要物理性行開3步。哈佛研究，只要有10秒嘅情緒緩衝，你個仔個腦呢先有機會由防禦轉翻去學習嘅。當身體放鬆，大腦入邊嘅強酸先至會被稀釋。呢種冷靜先至係開發智力嘅第一步。停止炮敲，改用氣聲溝通，低頻嘅聲可以物理性安撫細路嘅邊緣系統。當佢唔驚你啦，佢先會真正聽得明你講乜嘅。用安全感贏得錄取信。一個喺穩定環境長大嘅細路，去到邊度都有一種定氣啦。呢種氣場先至係名校想要嘅特質嚟嘅。想知仲有邊3種哈佛研究證實最有效嘅降壓說話？WhatsApp我 send 份大腦防腐手冊俾你。Follow 我，用邏輯贏格局。